自2024年8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的同在甲荣耀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第7章第10到第10节。所闻基督说，就火对天降落，将烧化祭甲所有的祭物拢烧尽。上主的荣光充满圣殿，因为上主的荣光充满上主的殿，所以祭司袂当入去。以色列众人看到火降落，佮上主的荣光搭伫圣殿顶面，就伫铺石的所在趴落去敬拜，感谢上主，讲：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王甲全体人民伫上主的面前献祭。所罗门王献牛22000只，羊12万只做祭。安尼，王甲全体人民为着上帝的殿举行奉献礼。祭司照因家己的职务徛伫侍奉。利未人摕以前大卫王所做的乐器，唱大卫所做的诗，称赞上主，讲：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祭司伫利未人的面前分喇叭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拢徛伫。所罗门因为伊所做的铜坛伤细，无够通伫遐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平安祭的油，就将上主殿前的埕中央的所在分别做成，伫遐献烧化祭甲平安祭的油。迄时，所罗门甲以色列人民做伙守节7日。以色列人民对蛤蟆隘口到埃及的溪谷来参加，诚做盛况的大会。到第8日，因举行严肃会，因守祭坛的奉献礼7日，佮守节7日。7月23日，王甲人民解散，互因倒去因兜。人民因为上主对大卫、所罗门甲伊的人民以色列所赏赐的恩惠，心内欢喜快乐。上帝的同在甲荣耀。历代志下卷第7章第1节记载，所罗门基督说，就有火对天降落，将烧化祭甲所有的祭物拢烧尽。上主的荣光充满圣殿。这则经文是在形容上帝悦纳所有的祭物，伊的荣耀充满圣殿。上帝的荣耀是甚物意思？荣耀这个字有伟大、辉煌、丰富、尊荣的意思。当咱看见上帝的荣美、荣耀、威严、伟大，袂禁得为赞叹讲：我要敬拜。上帝的荣光、荣耀、尊贵、丰富，无法度形容。迄是对极荣美的上帝所会当形容的极致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，上帝风跳、火跳引带因，迄是上帝的荣耀。当因建造会幕，会幕因为上帝的荣耀就诚侪圣洁。上帝的荣耀也伫约柜的顶面，带领以色列人行过旷野，进入迦南。风跳、火跳、会幕、约柜和圣殿，拢是上帝荣耀的彰显。这个具象的事物，互以色列人看见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创造，也经历上帝的同在、上帝的律例和上帝的审判。以色列人亲眼看见上帝的同在的荣耀，也亲身经历上帝荣耀的同在。荣耀就是同在，同在就是荣耀。相款的，现今的
教会就是上帝荣耀的居所。拄亲像保罗伫以弗所书第3章20-10节讲，愿荣耀伫教会中，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，到世世代代，无穷无尽。阿们。总是咱爱小心，建造教堂并无等同荣耀上帝，建造教会才是真正荣耀上帝的起点。咱爱致力伫基督内面彼此相听，互相连结，进入圣道相通。但是甲这比起来，咱若像搁较热衷伫教堂的建筑甲设备。即几年，信徒对视觉、听觉的品质要求提高，真个教会对音响、影音设备的投入，比培育信徒认捌圣经、了解世界潮流，安怎影响信徒的价值观，反思教会对世界是毋是有影响力，要搁较热衷。李丰信牧师捌呼吁，这是毋是意思是讲，咱只关心目睭看会到的，就比较忽略看袂到的上帝国？咱要优先建造的应该是教会本身，毋是建筑物。建造教会才是真正荣耀上帝的起点。对基督徒的眼光来看，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上帝荣耀的创造。因为安尼，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3章18节，鼓励信徒爱活出上帝之子的形象，应上加营。基督徒已经领受救恩，总是无应该只停留伫享受恩典，反正是爱活出基督，建造属耶稣的新群体，就是教会。互咱活出上帝的荣耀，互世间人看见上帝甲咱同在。日想，我是毋是伫每一日的灵修生活中经历上帝荣耀的同在？我是毋是伫每一日的灵修生活中经历上帝荣耀的同在？咱做伙来祈祷，荣耀的上帝，我要日日唱歌颂赞学了你，细算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奇妙的保守甲带领。恳求主塑造我，伫日常生活中无束我，伫困境中修正我，互我独独因着望你的荣耀，定睛伫你向前直跑，用一生来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